水象星座巨蟹天蠍雙魚，2026年3月運勢。2026年3月，當宇宙的洋流會入火馬年那滾燙且湍急的河道，水象星座巨蟹天蠍雙魚正經歷住一場深海沸騰式的奇觀，這不是平靜的潮汐，而是一次靈魂深處的火山噴發。隨住3月3日發生在處女座的月全食，以及土星與海王星在牡羊座邊界，那令人窒息的世紀合上陰影。水象星座的你們正站在感性與理智、夢境與現實的斷裂帶上。如果你覺得過去的生活像是一場模糊的幻夢，那麼這個月宇宙將用最溫柔也最殘酷的方式把你從水底喚醒。這是一場關於直覺實體化、情感邊界重建與神聖臣服的集體成人禮。以下是為巨蟹天蠍雙魚座精心調製的2026年3月深度靈魂運勢，請點讚和訂加入情緒健康王國。一巨蟹座 Cancer 重建安全感的底層邏輯。本月核心：從學的守護者變成根的生長者。2026年的巨蟹座正在學習如何不再依賴外界的評價來定義自己的安全感。3月的星象對你而言像是一次心理排毒，你必須直面那些讓你感到恐懼的缺失，才能換取真正的自由。一職場與事業，重塑溝通與認知的邊界。月食的警示：3月3日的處女座月全食發生在你的第3宮，溝通、學習與短途旅行宮。這意味住某個合約、某段鄰里關係，或是你一直在鑽研的某項技能，將會迎來一個終局。如果你發現某種表達方式不再有效，請立刻停止。遠見的覺醒：3月6日金星進入牡羊座，直射你的官祿宮第10宮，你會突然對事業產生一種強烈的近乎侵略性的渴望，這對平時內斂的巨蟹來說很罕見。你會想在職場中獲得更多的主導權，而不僅僅是參與權。水逆的舊人：3月20日之前，水星在你的遷移宮逆行，這段時間非常適合重啟那些被擱置的進修計劃，或是與遠方的舊友重新取得聯繫。他們帶來的資訊可能是你轉型的關鍵。而情感與人際，學習有邊界的溫柔單身者，你的魅力在本月帶有一種神的療感。雖然追求者眾多，但你更傾向於尋找能聽懂你審默的人。3月18日的新月是你開啟一段心靈連結的最佳時機。有伴者：由於火星在雙魚座，你的第9宮的運行，你對精神契合度的要求變得極高。如果伴侶無法跟上你的成長步伐，你可能會感到深深的孤獨。不要冷戰，試住用邀請代替要求。3健康與財富，財運在3月下旬有顯著好轉，特別是來自房地產、家族遺產或長期投資的收益。健康方面，注意淋巴系統與胸部保護。月食期間情緒波動較大，容易引發內分泌失調，建議多接觸大自然，進行赤腳踩地的能量交換。2天蠍座 Scorpio 在灰燼中完成最後的涅槃。本月核心：徹底放手才能握住真正的權力。對天蠍座而言，2026年3月是一場資源與慾望的深度重整。隨住冥王星在水瓶座，你的第4宮站穩腳跟，你的人生根基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。這個月你必須決定哪些東西值得帶入下一個時代。一職場與事業，財務重組與隱秘戰場，月食與偏財。3月3日的月全食發生在你的財富與價值宮位，這可能意味住一個長期的投資項目宣告結束，或是你決定切斷某種依賴性的財務關係。雖然過程可能伴隨住陣痛，但這是為了讓你拿回財務自由的主動權。幕後推手：3月上旬火星在雙魚座為你的第5宮，創意與表現注入能量。你會發現自己在幕後策劃的事情進展得出奇順利，不必急住走到聚光燈下。這段時間深度局的收益遠大於表面風光。水逆的複審
3月20日前的溝通混亂對你影響頗深，請反覆檢查稅務保險與合夥利益的細節。一個被忽視的小數字可能是未來的隱患。2情感與人際，激情的重新點燃單身者。本月你的桃花帶有一種禁忌感或宿命感，你可能會被那些與你完全不同背景的人吸引。3月20日太陽進入牡羊座後，這段關係會迅速升溫，從曖昧轉向實質。有伴者，你對伴侶的掌控欲會在本月被激發，但請記住，真正的力量來自於信任而非控制。試住在性生活或深層對話中釋放你的壓力，而非在瑣事上挑剔。3健康與財富，這是你財務變動劇烈的一個月，可能會有大筆的入賬，也可能會有突發的支出，特別是與家庭房屋相關。健康方面，注意生殖系統與泌尿道。天蠍座在本月容易因為情緒壓抑導致發炎，多喝水，保持身心通暢。3雙魚座 Pisces， 站在土海合上的浪尖定義新的神聖。本月核心，將夢想剪裁成現實的衣裳。雙魚座是2026年3月的風暴之眼，土星與海王星在你的命宮或邊界深度交織，這是一種極端的體驗。一邊是海王星帶來的無限靈感與幻滅感，一邊是土星帶來的慎重責任與現實考驗。你正在學習如何成為一個務實的夢想家。一職場與事業，身份的劇烈轉型。月食與對公關係。3月3日的處女座月全食發生在你的合約與對公，一個重要的合作夥伴可能會離開，或是一段長期的競爭關係會迎來終結。這不是損失，而是宇宙在幫你剔除那些阻礙你進化的連結。行動力的回歸。火星在本月大半時間都在雙魚座運行，這給了你前所未有的行動力。過去那個只想不做的你消失了，現在的你更像是一個戰士，利用這股能量去推動那個你一直不敢啟動的個人。品牌計劃，直覺的商業化。3月20日後，隨住太陽進入財富宮，你的直覺將轉化為實際的收益。你可能會發現一個市場空缺，而這個空缺正好需要你的藝術天賦或同理心來填補。2情感與人際，幻滅後的真愛單身者。月食會讓你從某段粉紅泡泡中清醒過來，看清對方的缺點後，如果你依然決定愛他，那才是真正的愛情。3月底，一個成熟且穩重的人可能會出現在你的生活中。有伴者，關係中的現實問題如金錢、居住家務分配會被放大，不要逃避，這正是土星要求你建立的穩定架構。當你們共同解決了這些問題，關係會變得無堅不摧。3健康與財富。財運正處於一個大進大出的階段，投資需極度謹慎，避免在3月20日前做決定。健康方面，注意腳踝與過敏問題。雙魚座本月的體質較為敏感，容易對藥物或環境產生反應，建議用順勢療法或精油療。2026年3月水象星座，生存與致勝法則。1. 容許情緒的流動。月全食會帶來強烈的情緒波動，不要壓抑流淚是靈魂的排毒，但在做重大決定前，請給自己48小時的冷靜期。2. 善用視覺化的力量。火馬年的能量非常躁動，水象星座在本月可以透過繪圖、視覺化、冥想，將模糊的願望具象化，這會大大提升你的心想事成率。3. 建立物理的界限。海王星的能量容易讓你變得邊界模糊，學會拒絕那些消耗你能量的人，無論他們看起來多麼可憐。本月開運指南：開運色珍珠白、海軍藍、珊瑚橙。平衡感性與行動力。幸運小物月光石，平復月食帶來的情緒。天然海鹽用於淨化泡澡。推薦行動：3月3日進行一次情緒書寫，寫下你想要斷絕的所有負面連結，然後將紙撕碎。結語：
2026年3月對水象星座而言，是一場從水面到海底的垂直探索。你可能會感到水壓帶來的窒息感，但只要你繼續下潛，你將在最深處發現那顆屬於你的發光的珍珠。如果你喜歡，請點讚和定加入情緒健康王國，我們下次再聚。